朋友食土豆，就要特别来注意，一个无小心，可能就会卡你的气管。若是严重者，甚至有前做食物人。高雄一个3岁的囡仔就是安尼，即摆是呈现着食物人昏迷的状态。医生讲，这个土豆的大小，甲幼囡仔气管的大小差不多，所以真会卡你的气管。无怪较早的爸仔母，拢会先甲土豆甲剥剥咧，才配出来，互囡仔食。囡仔一直扫，大人一直甲打，食物件若是无注意，真够卡伫气管内面，尤其是土豆这类物件。高雄多一个3岁查甫囡仔食土豆，食到落落去气管内面，当场袂喘气，规面拢翻乌。送到病院进前，是不是功能已经停止啊？人昏去，卡伫这个气管内面的土豆落入去倒边气管内，虽然有抢救。因为脑欠空气，造成无多挽回危险。在医院里面做了这个初步的异物夹取，可是他还是终于把这个异物移除了，但是这个孩子还是呈现一个终身昏迷的情况，所以目前是植物人卧床。高雄中间病院最近有3件类似的病例，拢是囡仔食土豆引起的。因为花生的大小刚刚好，在幼儿来说几乎是一个那个支气管的一个大小，或是一个气管的大小，所以它的大小正好可以塞住幼儿的整个呼吸道，所以它才会造成很多致命的风险。医生提醒家长，囡仔食这物件时，上好有大人在场。若是物件伤重，上好硬过了，才互囡仔食，安尼较袂发生意外。